1號戒備信號仍然生效。強烈熱帶風暴蓮花目前喺香港東南偏東大約400公里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，大致移向台灣。天文台預料蓮花逐漸遠離香港。入夜之後，天氣冇明顯轉壞，仍然翳焗，普遍地區都有27至31度。天文台話，蓮花採取較為東北嘅途徑移動，晚間逐漸遠離香港，因此本港嘅風力唔會顯著增強。但係蓮花對本港嘅威脅未完全解除之前，1號戒備信號仍然需要繼續生效。我哋預料呢係蓮花呢將會喺今晚至到明早呢係最接近香港嘅，大概喺香港嘅以東300公里以外呢係掠過嘅。咁啊，受到蓮花嘅環流所影響呢，就香港離岸地區呢係有呢個湧浪嘅。咁啊，按照現時呢個預測路徑呢，今日呢需要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呢係唔高嘅。天文台預料未來1、2日會有幾陣驟雨，局部地區有雷暴。無線電視記者郭永琴報導。